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6，诗篇121篇30到40安尼讲：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蛇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。看，保守以色列的，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三甲来祈祷，无拄眠，也无困去，得保守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山岩，你是阮的要塞，你是保护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悬台，你是互阮得安稳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！你用无限的恩典来看顾阮，也用你的话来引带阮行义的路。主啊！你的智慧遍满伫宇宙中，互阮通体会你的伟大甲慈爱。主啊！人生的路途虽然充满危险甲坎坷，总是你的确无要互阮的脚摇蛇，保守阮的你的确无拄眠。主啊！保守阮的你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